大家好啊！咁最近好多朋友咧就問：喂，MyTV 更新咗啦，用唔到，又唔可以自動更新，咁要點呢？咁 file 你就可以上網嗰度 download 啦，我已經 post 咗出嚟㗎啦，啱啱。咁而下下要掹線都唔係辦法啦。之前同大家講過呢個 OTG 線啦，咁可以駁埋隻 USB 手指一齊用嘅。咁今次我將呢個 file 抄咗喺手指度，然後同大家一齊試下做一次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入翻去應用程式啦，跟住揾翻所有應用出嚟先。入咗去所有應用之後咧，跟住我哋就揀設置。好，入咗去設置咯喎。設置入邊咧，咁就揀翻應用。入咗去應用之後咧，你要揾翻，首先就揾翻個 MyTV 出嚟先。撳咗入去 MyTV 度之後，好，條片有少少 outflow 啊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。跟住就揀卸載，卸載之後就揀確定。好，跟住翻出去。咁喺呢個應用列表入邊咧，你會見到有一個叫文件管理嘅，咁你就入去文件管理度啦，跟住就揾翻個 file 出嚟啦，上下掣就可以㗎啦，其實真係好簡單。咁我揾到啦，呢個係 TVB myTV.apk 個 file 啦，跟住就選佢啦，跟住就繼續向下撳下掣。read 曬佢又話咩防止手機休眠啊，檢索正在運行，即係話今次會裝啲咩權限喺入邊。繼續向下撳到佢出現咗取消嗰度特別藍色之後，你就再撳右手邊選安裝，咁即刻安裝啦。好，安裝完之後可以直接撳打開或者完成都可以。咁我就直接打開啦。好，大家見到啦，已經入咗去啦。咁啊睇翻又一樣啦，好似以前咁用啦，咩節目啊、頻道啊同埋直播。咁今次嘅簡單教學係咁多先。咁如果想大家要 download 翻嗰個 MyTV 個 file 咧，可以睇翻 website 嗰度，我哋又寫翻清楚噶啦。如果有咩問題唔明嘅，可以再問我啊。拜拜。